Hello， 大家你好，我係李卓威，滿地可天文台。今日喺南環，喺 Parc Léon Grévy Park 喺南環，近住 La Prairie， 近住 Highway 132呢個最新嘅滿地可天氣預報喺呢個 Quebec 省假期週末。咁講呢個星期之前啲溫度嚟係幾熱，同埋啲濕度幾高。呢個開始星期二6月19號至到星期四6月21號，喺呢啲3日嚟啲溫度可能去到30度最高溫度，同埋加埋啲濕氣係幾濕熱出邊，咁會急熱呢個星期二至到星期四。咁呢啲3日你小心啲嚟啊，因為你要飲，因為啲熱天氣可能可以整人病嚟啊，咁你要飲多啲水，去啲冷氣地方嚟啲。如果你出邊行路去啲樹蔭嘅地方，同埋你要如果你想做運動嚟做喺朝早嘅時間嚟，因為而家做運動喺個太陽射住嗰個好熱嘅時間嚟，可能會暈嚟啊，咁你小心啲嚟啊。咁同埋而家講埋依個週末嚟，呢個假期 Quebec 省週末嚟，咁啲溫度會開始降，因為啲熱嗰啲暖氣會走咗嚟。咁呢個週末嚟啲天氣係大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同埋有好多雲，同埋可能有驟雨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。咁如果你喺出邊嚟睇啲 parade，Quebec 省 parade 同埋啲 celebration 喺 Maisonneuve Park 喺星期日，咁你要帶埋個把遮啊。我係李卓威，滿地可天文台，今日喺南環，再見啦。